要安怎伫教育部台语汉字输入法内底注定家己的事组？好，来，拄则有讲到咱拄则有安装即个教育部即个台语汉字输入法。好，你试落去了后呢，你会看到即个，遮有一个加一个工区出来。啊，麻烦恁点正边即支笔，即支笔甲点落去。遮有5个选项，麻烦恁点第2个编辑资料库。编辑资料库甲点入去了后呢，咱会当看到遮有单一字的、一寡字的一寡词组吼，字库，啊，搁有2字的，2字也是讲3字的，啊，伊排的迄个顺序是以即个英语的即个字母来照即个顺序来排，还搁有相关字词即个资料库，也是有其他像讲啥物体啦、体语，伊拢有甲你排啊足好势。好，来要安怎注定家己的词库？比如讲，你想要拍一个词，啊，毋过迄个词有足侪汉字，啊，你无想要拍一个汉字，你就是用简单的几字仔的即个罗马字来甲代表，安尼就会使是讲以迄个啥头前的声母来做代表安尼吼。比如讲，我要安怎加即个我家己注定的词库我会当先加。你会记哩一件代志，你今仔是要伫即个汉字的资料库，还是要伫即个词组的资料库，要加你家己的词组，你一定爱点好比如讲，我要伫词组遮，我就爱试顶悬才有一个加，啊加的，譬如讲罗马拼音，我是要试凤林国小好啊，凤林国小凤林国小啊汉字的话，汉字的部分。我就会甲先拍一个凤林国小，好，来安尼我确定了后对无？伊边仔遮个有跳出来一个我拄则家己增加的一个新的词库，好，来会记即件代志，咱一定爱甲捡起来，无捡起来伊袂记伫讲你本身有啊无。好，来咱搁来加第2个，比如讲，我想要加阮家己的地址，比如讲凤林路。凤林路，凤林路，凤林路，好来，好，凤林路207号，比如讲是安尼好来，确定，你要将伊签入哪？是，好来，即摆就搁有加一个凤林路207号，会记你甲签起来。好，签起来了后呢，咱先甲即个滚起来。好，滚起来了后，咱先来试看觅咱先来试看觅，伫即个输入法遮，你爱家改做即个教育部即个汉字输入法。好，来麻烦恁拍拄则像讲我拄则是拍凤林国小，我点落去，我就有一个凤林国小。比如讲，我要爱地址是凤林路207号。就是凤林路207号，伊就跳出来。这就是你家己自定词组即个部分。